自2024年11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文字工作者的困境甲使命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耶利米书45章第1节到第5节。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，尼利亚的囝巴录将先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记伫册里。迄时耶利米甲巴录讲：“巴录啊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有得讲，我有够惨。上主伫我痛苦的时，搁加添我的忧愁。我吐气吐甲真善，嘛无通有一丝仔安息。”上帝吩咐耶利米，就甲巴录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我要拆毁我所重建的，甲我所栽种的背起来。伫全地我拢要安尼做。你咧为家己图谋大事是无？毋通图谋。看咧，我要降灾祸予所有的人类。毋过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会保全你的性命。上主安尼宣告。”文字工作者的困境甲使命。作为文字工作者，将所看见、所听到的详细思索了后写落来，通伫无同的时代留落历史的印记。透过文字的视通，互人开见逐种处境的喜怒哀乐，沉沦也是兴盛，顺服也是背逆，忠于事实也是为道理扭曲、捏造等等。这一切拢是文字工作者爱面对的挑战。巴录作为先知耶利米的秘书，忠实记录先知对上帝领受的信息，以第三者的视角，留落真侪宝贵的信息，带咱回溯迄个国家面临败亡、信仰混乱的时代记忆。巴录的名字首度出现伫耶利米书32章。当耶利米互西底家王囚禁的时，上帝吩咐耶利米往伊的即辈兄弟购买土地。耶利米照做了后，就请巴录甲2份契约收藏踮伫翁仔，通好见证上帝承诺人民回归重建家园的应允。不过，读者必须留意，耶利米书的编辑并毋是照时间顺序排列，是有主题穿插，也是跳脱记。根据册中的脉络，巴录甲耶利米的关系大概伫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开始。巴录对迄时起就用笔记录耶利米所传讲来自上帝的信息。当耶利米被禁止踮圣殿宣讲信息，就吩咐将上帝信息记落来，搁伫下边禁止下日到圣殿向群众宣读，互因拢听见上帝的警告。巴录照耶利米的话，过年伫圣殿前宣读，却惹约雅敬王生气，用刀割毁册卷，搁点入火炉烧掉。巴录和耶利米差一丝仔遭受落压之灾，该在得到上帝保守。后来，上帝爱耶利米将王烧毁的迄卷册顶面的话订写。巴录搁再如实记录先知口述的话。作为先知的书记官，并毋是单纯的文字工作者，真可能甲先知同款会遭遇威胁，彼此的关系就亲像大财大3年的共同体。当巴录忠实记录耶利米所领受的信息，伊本身也面对这信息带来的压迫感。
特别是耶利米所领受的是关系审判的信息，搁较互人感觉焦虑、恐慌、莫怪。当巴了亲笔写耶利米口授的信息了后，捌发出安尼哀怨的心声。你有得讲，我有够惨，上主伫我痛苦的时，搁加添我的忧愁。我讨气讨甲真善，嘛无通有一丝仔安息。作为文字工作者，毋是只要甲文字生出来就好，当伊用心去感受生命所面对的各种处境，去感动享受伊所记录的文字背后的故事，若像也经历一场生命的自然，就亲像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所讲的：“我甲恁提炼，不过无亲像在提炼云，是用痛苦的火甲恁锻炼。”默想，伫网络社群媒体多元发展、继续是满天飞的世代，我要安怎使用文字来见证上帝作为呢？伫网络社群媒体多元发展、继续是满天飞的世代，我要安怎使用文字来见证上帝作为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你伫每一个世代透过文字工作者来书写记录你的作为，搁留落人远离你的犯罪脚迹，通好互人得到照镜和警戒。求你伫这世代兴起忠心的文字工作者，勇敢书写你公义的呼声，会当伫混乱扭曲的世代中，互人见证你真实的荣耀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